係啦。咁啊，成個賽場咧，無論喺跑道上邊啊，同埋看台上邊咧，亦都將個氣氛啊推到一個白熱化嘅階段啊。咁啊，同埋大會嘅安排咧，亦都喺呢個時間下午咧，全部都冇田賽項目，等到所有觀眾咧都可以集中注意住呢個競賽嗰個比賽嘅情況啊。頭先你阿李 Sir 講到佢嗰個項目編排咧，我哋一陣間有機會真係要研究一下。好，介紹先導。咁啊，第一線呢就全紅衫，咁啊藍色褲嘅就係嘉諾撒聖心書院。咁啊，初賽成績咧就係4分51秒啊，就排喺第7位㗎嚇。個成績係排喺第7位，線道就係排喺1線。咁啊，第2線道就係拔萃女書院啦，一陣間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咁佢哋整體4個選手嘅成績咧都係好實力好高之餘咧，亦都好均勻啊。所以喺初賽嘅時候咧，佢哋係離行離辣，係壓到晒其他參賽學校。佢做出嘅成績係4分17秒33。同埋我哋一陣間將會見到咧，第2線隊嘅女拔萃咧，佢喺個人項目嘅女子400米決賽，當時我哋見到攞到金牌嘅咧就林浩欣啦。咁另外仲有咧梁海怡咧就攞到個銅牌。咁所以變咗喺4個人裏邊有2個都係攞牌嘅。係，咁佢仲有係喺800米同埋1500啊都攞到冠軍嘅同學林依琪啦。咁啊，佢跑400亦都喺香港嘅城市嘅校隊咧都係主力嚟㗎。咁所以可想而知咧。佢哋整體嗰個實力係幾咁突出。係啦，啱全藍色衫第2線嘅就係女拔萃，我哋頭先係講佢實力好強。跟住呢邊，咦幾輕鬆喎，就係西島學校嘅接力隊喎。係啦，咁佢哋間學校咧參賽嗰個心態咧就好唔同㗎，即係佢哋都好享受個比賽，就未必話會背負住太大嘅攞分啊或者係攞獎嘅壓力嘅。第4線道就係黃色衫，係德望學校。咁佢哋喺初賽成績就係4分35秒7。喺隔離第5線道咧就係來自協恩中學，初賽成績係4分37秒19。咁至於第6線道就會係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嘅，咁佢哋着咧就係黃衫啦，同埋深色褲。咁頭先第3線嘅西島學校咧着起咧就係全深藍色衫。跟住咧就係馬里諾修院學校嘅同學啦，咁啊第7線道，而第8線最外線呢，就係來自聖嘉納女書院。決賽得到嘅積分咧係雙倍計算嘅，咁獲得係第1名，金牌嘅得主咧就會有18分。好，咁啊準備咧就立即開始㗎啦，咁啊進行咧就係第1棒先。女子4×4，亦都係女子組嘅最後一個項目啦，甲組嘅4×4項目。咁啊，再睇一睇線道啦，就係成績最突出嘅拔萃女書院就第2線道。咁啊，袁國樂啱啱係睇到佢嘅同學咧就入咗呢一個鏡頭嘅範圍之內。喺佢前邊咧就係西島學校。咁啊，較早之前咧就個接力隊啊為佢哋學校喺呢個接力比賽攞到個金牌。咁啊，跟住係德望學校、協恩中學，而最外線咧就係聖嘉納女書院。經過咗300公尺啦，而家轉入直道，咁大約咧就見到啲第1棒嘅實力嘅發展嘅情況。咁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嘅同學咧就係稍稍領先嘅。咁另外亦都有西島學校嘅同學。咁啊，大約見到邊個交接棒嘅時間咧，就知道第1棒完成嘅時候咧，佢哋嗰個成績係點樣。咁啊，而家女拔萃咧就係陳以琪啊，呢位剛才提過。喺1500同埋800都係攞到冠軍嘅同學啊！咁佢走去400咧，其實個人嘅實力都好強啊，所以見到佢跑姿啊、個技術啊同埋嗰個速度咧，都明顯係比起後邊嘅同學咧就係快好多嘅。哇！即係話咧就而家領先緊咧女拔萃咧，4棒裏邊有3棒咧，今日其實都係分別獲得個獎牌運動員。冇錯啦，係啦。
咁啊，佢哋亦都有冇機會挑戰下個學界紀錄咧？就係由佢哋自己學校喺09年所做出嘅4分09秒77。咁啊，雖然佢初賽只係跑4分17秒啊，但係一般嚟講咧都係保留住實力嘅。咁啊，都係咧，呂拔萃咧係領先緊嘅。咁啊，焦點咧就係佢究竟可唔可以咧做一個好嘅紀錄啊？好，咁啊已經準備好係呂拔萃，跟住咧就西島，跟住咧就係有德望啊，咁喺呢度嘅。好啦，咁啊交棒時間係2分03秒多一啲啊。咁我覺得咧就都幾大嘅可能啊，因為最尾棒啊林浩欣咧佢係可以跑到59秒，甚至係再快嘅時間咧。咁所以佢剩翻落嚟嘅呢兩棒係需要用2分06秒去完成咧，都幾大嘅機會。咁啊，而家要睇下看台上嘅啦啦隊啦，咁啊加埋喺場上面比賽嘅同學咧，能唔能夠咧係冷靜啲發揮咗最高嘅水準啊？係啦。咁啊，前面領先嘅咧就係呂拔萃啊，希望向住一個新嘅紀錄嚟進發啦。咁啊，後邊我哋見到有協恩啦，咁啊仲有西島咧就係穩守住呢個第2同第3位。咁睇翻嚟先，呢一棒就似乎冇剛才嗰兩棒係咁凌厲咧個速度，咁但係都要睇下佢交接棒咧嗰個時間係點樣。似乎咧就略為慢一少少啦，因為係啦3分05秒，咁啊交俾林浩欣，佢剩翻落嚟咧就係要有1分1秒左右咧要完成咗個賽程，咁但係佢自己本身咧就曾經跑過58秒幾嘅。係啊。只不過喺今日啊，經過咗咁勞累嘅幾場比賽，可唔可以做得到咧？就真係睇下現場發揮先知道。咁啊，已經帶先咗好遠啦，離行離辣啦，後邊嘅形勢咧暫時要稍後先同大家交代到啦。咁啊，作為拔萃女書院咧，今日可以話講大豐收啦，唔單止團體賽去到呢個階段都肯定係如佢哋所願啊，大滿貫一個好難得嘅賽果。咁仲有咧，要喺最深嘅項目，如果能夠目到有新紀錄誕生咧，就真係非常之開心一件事啊！舊紀錄係4分09秒，咁睇下大家左下角嘅大鐘啊，4分09啊，就係舊紀錄，得喎，得喎！哇，佢係超額完成啊！恭喜晒佢！唔單止係破咗，而且咧佢係跑得好好啊！同佢計算咧就佢跑出自己最高水準咧係可以破到嘅，但係大家見到佢係跑咗4分04秒79，而舊紀錄咧係4分09秒77啊，快咗5秒好多。跟住咧就翻嚟應該咧就係深色衫嘅西島啊嚇，再跟住咧就有呢個德望啊咁樣嘅。我見到佢哋贏咗，好激動啊！咁啊，大家互相擁抱，呢個佢展示到一個團體嘅精神喺度。咁啊，唔單止我哋見到啲冠軍隊係咁樣啊，有陣時咧啲同學有啲失手啊，譬如話剛才見到偷步啦，或者係俾人碰到啦，一翻去看台豬屋嗰度咧，見到嘅同學咧都即刻攬住佢俾支持佢嘅。係啦，我哋睇翻呢個新紀錄誕生啦，由第1棒一路至第4棒，我哋望一望咧就係呂拔萃啊嘅運動員嘅表現啊。咁啊，見到第1棒咧就已經係跑得係相當好啦。咁啊，跟住喺接棒方面咧，基本上係相當順利，好穩陣添喎。咁啊，見到咧就係跑尾棒嘅林浩欣啊，好穩陣啊，望住個隊友隻手咧擺定喺度，千祈唔好喺接棒方面有任何嘅差錯。咁啊，林浩欣喺賽場上邊咧，佢嗰個拼勁咧，不嬲都係好得人驚啊！即係好多時咧喺一啲好惡劣嘅情況咧，佢都係跑到好嘅。你見到佢咧，從個面容表示咧，佢都好堅決。無論係破幾多成績咧，佢都要盡快係跑翻嚟終點。咁啊，呢度唔單止4個人一條。